昨暗时，高雄有一台游览车，家己去弄到这高速公路卡的磅空，所造成一个人死亡，14人受伤。可能是这司机为着要省时间，所无注意到这磅空的关度。警方也依照过失致死移送，落尾是30万交保。即摆逼出讲，这司机出车的时间可能有超过10点钟遐久，目前也等咧调查。 先跟他们抱歉。造成伤亡的车祸，游览车公司负责人入内会室的。20暗时出代志的游览车载客去阿里山佚佗一天，法庭经过仁武区水公路暗坑后亲像为着省时间，提早切入刚2公尺宽的基慢车道，才会发生意外。司机后亲像透早5点外就出发，到发生代志的时阵已经超过15点钟，也有超时的记录。 我们就是配合检调单位下去做了解，这样啊。高雄市罗岗桥派员路检，要调阅出勤，并且记录这资料，配合检方侦办。游览车业者是讲，一日游差不多10点钟，无排除旅途因为中背去变速，也是车速唔敢开紧这个原因前言，会配合调查，嘛会负起赔偿责任。他有推卸责任，说他看到限高那边柱子上写4.3公尺。 但是那边是写桥下啊，你桥上这边明明就写得很清楚啊。他说看不清楚，这么大他看不清楚也没办法。根据了解，司机导游做笔录的时阵，拢表达对路况无熟，不过死者家属不满司机事后完全无回失的，嘛这支路况无熟是借口。而早起检方带司机重回现场，佮测量暗坑的关度，司机和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，说明了后30万块交保。 不过，这个暗坑已经不是头一届有人开入来，快车道、基慢车道限管无共，不过伫分流前才有标志，其他的所在拢看袂到。拄到暗时视线不良，确实有可能会失误。一直在反映啦，反映，偶尔发生。我们给他建议就是做一个那个蒙住型的那个。 公路桥南区分局回应，暗坑设置警示标志的管辖权伫地方政府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市政府重视整体交通安全，各种无共的死亡车祸也是交通事故，拢会找原因积极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